馬英九總統為咗捍衛南海主權，28號特別登島視察南沙太平島。而家太平島真係有居民撤籍。高雄市一位女護理師初美玲響應海巡署嘅推廣，1月21號遷籍到太平島。初美玲話：遷籍嘅行動係為咗響應鞏固中華民國主權。照片之中笑得好開心嘅就係除咗軍方之外，第一位撤籍南沙太平島嘅居民初美玲。1月21號，佢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籍，由高雄左營區遷到太平島唯一嘅南沙1號，強調能夠撤籍喺太平島好光榮。南沙1號就係海巡署位於當地嘅指揮部，亦係島上唯一建築。初美玲就係派駐南沙醫院服務嘅麻醉護理師，喺海巡署嘅推廣之下，決定響應政府南海政策。島上另外2位護理師亦打算喺下一次返嚟台灣嘅時候遷籍太平島。太平島屬於高雄市旗津區，所以遷到太平島仲係高雄市民，福利就同旗津嘅居民一樣。對此，高雄市民政局表示，人民有居住自由，只要有居住事實就可以遷籍。